未少女性伫咧网络讲，宜兰市新隆上款是有一个查甫人会骑车共队，警方是通报这个查甫人到案，解开告解单。不过查落是发现讲，这个查甫人过去就捌因为钢筋总去互关。民众用手机翕到一个查甫人徛伫路边，看到女性经过，就趁因无注意跟踪。宜兰市新隆上款最近未少女性拢捌互查甫人跟踪，甚至连骑机车查甫人也会对伫后边。分局厘清案情，并依规定受理报案后，迅速掌握该名男子之身份，通知其到案，并严正告诫，切勿再犯。民众将网络铺伫网络，引起警方注意，马上通知这涉案甲跟踪的查甫人，甲被害者到案。有2个女性被害者愿意报案，查甫人被警方通知到案了后，被依照建造法开告解单。因为大把遮多发生随机害人案件，民众行伫街路，大部分的提高警觉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查甫人过去捌因为跟踪所有的行为，被判处拘役40日。防狼喷雾啊，然后警铃声啊、BB 啊，就随时带在身上。民众在行路，或者是大众运输工具，除了系提高警觉，警方也呼吁拄到被跟踪，要马上报案。因为最近宜兰有跨年顶大型活动，宜兰地检署也甲警方调查局联合成立防范恐怖攻击应变小组，针对会影响治安的人口团体，加强侦查收捕，加强巡逻来维护治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